请问你要买什么？老板您好，请给我1颗苹果、2根香蕉、2串葡萄，还有……可妹，你讲慢一点啦，我都快记不住了。Hello， 特伟干妹，这么多水果在玩什么啊？彤彤姐姐好。你们好啊！特伟干妹真是有礼貌的小朋友哦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什么啊？我说有礼貌就是有礼貌。哦，我知道，要常说请、谢谢、对不起。没错，常说呛、按字 C， 还有斯迪，这样就是有礼貌的小朋友哦。那彤彤姐姐，像你带我们去吃牛排，按字 C。呛，请，按字 C， 谢谢，斯迪，对不起。你知道要当个有礼貌的人，常常会使用到哪些用语吗？麻烦别人的时候要说抢，接受别人的帮助要说按字 C， 不小心做错事的时候要说是礼。没错，像按字 C、是礼，这些都是有礼貌的用语哦。呛，请，按字 C， 谢谢，是礼，对不起。有礼貌，有礼貌。呛，按字 C， 是礼，一起当个有礼貌的小朋友吧。有礼貌，呛，按字 C， 是礼，都学会了，好棒！那哈库拉拉，下次再见哦，张磊亮。